去張家界最舒服嘅時間，梗係6月啦。今日報名嘅係一對夫婦，佢哋係透過條片揾到我真係好感謝佢哋，將呢次家庭之旅交俾我哋安排。跟住落嚟幾日，我會帶大家去打卡張家界嘅知名景點天門山，坐世界最長嘅觀光纜車直達山頂，打卡天門洞同玻璃棧道，仲可以喺懸崖絕壁挑戰心跳極限，72期樓古老建築群，感受土家族獨特嘅建築智慧，99度彎，坐車盤旋而上，感受通天大道嘅驚險刺激。袁家界打卡迷雲台天下第一橋，雲海繚繞好似仙境，仲有浪漫嘅鳳凰古城，夜晚燈火通明，江邊吊腳樓好有味道。我哋嘅導遊全程陪同，第一晚仲安排咗超舞走秀俾大家睇，住宿係5星級標準酒店，就喺景區附近，行程時間都幾自由，隨走隨停。你有乜要求同我講，我哋幫你安排好晒，你只需要安心玩就得。張家界嘅路線比較複雜，有我帶住你就唔使走冤枉路，景區全部提前安排好，純換團先係張家界旅行嘅正確打開方式。如果你都有計劃嚟張家界，記得同我講你嘅人數同時間，我喺張家界等你。